即係我覺得有時車未必需要貴，其實平，好似呢架 MX-5 咁，佢俾到你嗰種感覺，其實係我覺得係無價。MX-5 俾我嘅感覺係一台嘅 pure driving machine。架車嘅設計好簡單，所有嘢都係好以駕駛為主嘅，即係冇享受嘅嘢喺裏面。其實 night drive 係一種享受，一種俾你去 relax 或者 release 你自己嘅一個活動。當你辛苦完一個禮拜嘅時候，你就跳上架車度，可以冇目的咁行。夜晚喺道路上面嘅車係比較少啲啦。你坐喺架車裏面，你感覺到寧靜嘅，你個人係 calm down 嘅。因為中意揸車嘅人，佢淨係需要佢架車俾到佢好嘅操控感，而唔需要太多嘅舒適設備。喺香港玩車，我覺得係缺少咗一個生存空間，因為香港本身係一個主流文化意識好強嘅地區，而玩車已經唔被列入為呢個主流文化，所以當你唔係主流文化嘅時候，你就好容易俾人標籤。點解俾人標籤咗，我都仲會繼續去玩車？冇得解。就係因為我中意揸車，我係 Justin，我揸 MX-5。